今日佢係全世界最有錢嘅科技巨頭太空狂人，身價超過2000億美金，一改全球汽車同埋航天歷史。但係你知唔知道喺2008年嘅聖誕前夕，呢個人差幾個鐘就會徹底破產，名譽掃地，甚至被整個矽谷當成一個世紀大騙子。Hello， 大家好，我係海倫，歡迎返到嚟思維手記。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呢本書，叫做《鋼鐵人馬斯克》。如果你對呢位矽谷狂人嘅故事有興趣嘅話，記得立即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故事嘅起點並唔係乜嘢神童嘅傳奇，而係差啲有一個人被當成一個聾咗嘅小朋友。1970年嘅南非，小馬克思經常一個坐喺度發呆，無論佢身邊嘅人點樣喺佢耳邊大叫或者係拍佢，佢都好似完全聽唔到咁。當時媽媽同埋醫生都以為佢有耳仔嘅毛病，甚至夾硬做手術想改善佢聽覺嘅能力。手術完成之後，佢嘅狀態依然冇變，因為馬斯克根本唔係聾咗，而係佢喺好細個嘅時候，腦海入面其實建構緊屬於自己嘅物理世界。小馬斯克喺學校返學嘅時候，因為佢嘅性格怪異，唔識睇人眉頭眼額，又經常正面咁樣糾正同學同埋老師嘅錯誤，所以佢就成為咗被校園欺凌嘅對象。有一次佢返學，被一班男同學圍毆，而且仲將佢推落樓梯。佢送院嘅時候已經昏迷，足足喺醫院休養咗幾個星期。學校嘅唔如意，佢喺屋企亦面對緊父親同埋母親嘅家庭問題。因為父母離婚之後，馬斯克選擇跟隨佢嘅爸爸 Elon Musk。但係呢個爸爸係一個極端嘅虐待狂。馬斯克長大之後就好極少提及佢自己嘅父親，只會用邪惡、恐怖嚟形容佢嘅爸爸。雖然佢冇一個快樂嘅童年，但係上天賜咗佢一個天才嘅頭腦。喺馬斯克10歲嗰年，佢喺商場第一次見到電腦。呢部機器就徹底燃點咗佢一生嘅熱情。1980年代，其實好多成年人都未見過電腦。12歲嘅小馬斯克已經自己編寫程式，仲寫咗佢人生第一款嘅太空射擊遊戲 Buster。當時期佢用500蚊美金買咗俾當地嘅南非科技雜誌，而佢喺嗰一個年代已經展現出超乎同齡人嘅天才同埋毅力。日子一日一日咁過去，轉眼間嚟到17歲，佢覺得南非呢個地方唔能夠發展佢嘅偉大事業，佢就決定將佢嘅夢想搬到去美國。馬斯克離開南非之後，首先佢去咗加拿大，然後到皇后大學讀書。講到選擇皇后大學，其實馬斯克同一般後生仔都差唔多，就係因為嗰度有好多靚女。不過除咗追女仔之外，大學時期嘅佢已經展現出社交同埋商業嘅頭腦。佢同佢細佬金博爾會主動打電話俾一啲商界嘅領袖，約佢哋食飯傾偈。當時豐業銀行嘅高層Peter Nicholson 接到呢兩個後生仔嘅電話，俾佢哋所講嘅嘢打動咗，所以就答應赴約。Nicholson 對馬斯克嘅第一印象覺得佢有啲怕醜同埋有啲呆板，但係一討論起商業同埋科技，馬斯克嘅眼中就會閃爍出無比嘅堅固同埋自信嘅光芒。1995年嘅夏天，24歲嘅馬斯克原本考入咗史丹福大學，但係當時正值係網頁爆發嘅初期，雅虎同埋警網亦係喺嗰個時候開始崛起。
馬斯克喺史丹福大學讀咗2日之後就毅然退學，咁佢就叫埋佢細佬金博爾一齊去勇闖矽谷，發展佢哋嘅網絡事業。於是兩兄弟正式創立 Zip2。創業嘅初期好艱辛，佢喺加州租咗一間冇電梯、冇廁所、爛溶溶嘅辦公室。因為冇錢交租，兩兄弟索性住埋喺辦公室裏面。當時嘅馬斯克日間要維護網站嘅運作，夜晚就瘋狂寫程式。佢攰嘅時候就會直接瞓落喺隔籬嗰張梳化。平日嘅沖涼，佢哋就會去到 YMCA 嘅體育館，而每日嘅飲食就係一啲平價嘅漢堡包。到咗1999年嘅2月，Zip2 俾電腦巨頭 Concrete 以3億美金收購。年僅27歲嘅馬斯克，從一個每日食漢堡包嘅南非後生仔，搖身一變成矽谷嘅千萬富豪。拎住呢筆錢，佢冇選擇享受人生，佢反而將呢一筆錢投入下一個項目。喺呢一度，佢迎嚟咗人生第一次嘅沉重打擊，就係背叛同埋挫敗感。1993年，馬斯克決定發動一場大膽嘅革命，就係建立一間網絡銀行 X.com。佢推出咗一系列顛覆性嘅創新服務，好快令到 X.com 喺短短幾個月內就吸引咗數十萬個用戶。但係商業嘅世界從來唔會俾你咁快順風順水。佢遇上最強嘅競爭對手，就係由 Peter Thiel 創立同埋主打電子支付嘅 Confinity， 即係日後嘅 PayPal。佢哋為咗爭用戶，每日使成10幾萬嘅現金，兩家公司佢就開始燒錢大戰。到咗2003年，佢哋為咗避免同歸於盡，就決定將兩家公司合併。合併新公司嘅時候，繼續叫做 X.com。而馬斯克因為係最大股東嘅關係，順理成章成為咗 CEO。呢次嘅強強聯手，佢哋冇帶嚟平靜，仲反而變成咗另一場嘅災難。兩間公司嘅文化同埋技術根本係背道而馳，加上內部同外部嘅管理，馬斯克都採取一個獨裁嘅管理風格，令到 Confinity 舊部門嘅員工怨氣積累到一個極點。喺2000年，當陣時嘅馬斯克同剛剛新婚嘅妻子登上飛機準備去度蜜月嘅時候，佢嘅董事突然間發動政變。Peter Thiel 聯同幾個人一齊罷免咗馬斯克 CEO 嘅職務。當飛機落到地面，馬斯克收到消息，立即感到好震驚又憤怒。佢即刻搭下一班飛機飛返去矽谷，試圖挽回大局。但係當陣時已經大局已定，佢一手俾自己創辦嘅公司全面踢出局。雖然係咁，佢都展現咗另一個好驚人嘅自制力。佢冇完全撤資，反而係忍辱負重，繼續以顧問嘅身份支持公司嘅發展。去到2002年，eBay 以15億美金收購 PayPal， 馬斯克賺咗1.8億美元。PayPal 嘅經歷雖然為馬斯克帶嚟咗管理上面嘅打擊，但係亦都鍛煉咗佢驚人嘅抗壓能力。更重要嘅係呢1.8億美元令馬斯克終於有能力去實踐佢第3個夢想，就係將人類帶入星際嘅時代。不過喺開啟呢個偉大嘅星際征途之前，命運俾馬斯克帶嚟一個好沉重嘅打擊。佢嘅第一個兒子內華達因為嬰兒猝死症喺佢嘅懷抱之中過世。面對兒子嘅傷痛之後，佢以近乎一種好狂暴嘅狀態，將自己完完全全投入喺新嘅事業當中，試圖掩飾對孩子悲傷之痛。2002年6月，SpaceX 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正式成立。
因為火箭發射係國家級層面嘅超級工程，需要花費百幾億嘅美元。當時所有人，包括係航天專家、軍方，甚至係馬斯克嘅朋友，都認為佢而家做緊一啲好瘋狂嘅事。一間民營公司去製造火箭，喺歷史上只有失敗同埋無數次嘅爆炸。馬斯克帶住佢一班年輕嘅工程師喺太平洋島上面紮營建造獵鷹1號。2006年3月，第一次火箭發射，升空唔到25秒，引擎就起火，之後就直墮大海。2007年3月，第二次發射，火箭飛咗5分鐘，推燃劑喺儲存槽裏面劇烈搖晃，引致火箭失控解體爆炸。2008年8月，第三次發射，呢次搭載咗美國國防部嘅衛星，全公司都寄予咗好大嘅期望。但係喺1、2級分離嘅時候，殘餘嘅推動力導致咗1級火箭撞向2級火箭，火箭再次喺空中化為一個大火球。呢3次嘅發射，3次都全軍覆沒，數千萬美元灰飛煙滅。與此同時，全球嘅金融危機即將爆發。Tesla 研發出嚟嘅 Roadster 出現咗嚴重嘅質量問題，成本嚴重超標，資金鎖鏈即時斷裂。新聞媒體開設咗 Tesla 嘅死亡倒數專頁，嘲笑佢係矽谷最大嘅笑話，而佢第一任嘅妻子亦喺呢個時候同佢離婚。當時佢朋友憶述翻佢呢一段慘痛嘅經歷。馬斯克每朝早都會返公司，佢焦慮嘅程度可以每日嘔吐，而晚上佢經常會發噩夢，驚醒痛哭。面臨人生當中咁恐怖嘅絕境，佢手上僅餘嘅錢只能夠勉強撐起一間公司。如果分晒俾2間，2間都會即時倒閉。所以佢選擇最瘋狂嘅決定，就係賭上全副身家。2008年9月28號，獵鷹1號迎來第4次嘅發射，亦係 SpaceX 最後一次嘅機會。如果再次失敗， SpaceX 即將面臨破產，馬斯克亦會一無所有。喺全世界嘅關注之下，獵鷹1號劃破長空，5分鐘、10分鐘，最終控制室嘅熒幕顯示咗火箭成功進入地球軌道。呢個時候，馬斯克嘅 SpaceX 正式成為史上第一家成功將燃料以火箭送入太空軌道嘅私人營運公司。經歷無數次嘅失敗同埋打擊，呢一次嘅成功幫 SpaceX 贏咗 NASA 價值16億美金嘅太空站補給合約。而喺2008年12月24號聖誕前夕嘅幾小時，馬斯克成功說服咗佢嘅投資者，為 Tesla 重新注入關鍵性嘅資金。後嚟嘅故事大家都好熟悉。Tesla 繼續帶領全球汽車業嘅電氣化革命，而 SpaceX 就徹底改寫咗航天嘅經濟學，甚至用 Starlink 鋪滿咗地球嘅軌道。有人話佢係現實版嘅 Iron Man 鋼鐵人，亦有人話佢係一個冷酷無情嘅暴君。無論世人點樣去批評佢，可能對馬斯克嚟講，聲譽其實一啲都唔重要。正如少年時代讀到嘅《銀河變車指南》一樣，佢一生嘅執念只係想喺浩瀚同埋冰冷嘅宇宙裏面，為人類嘅文明燃點一絲嘅曙光。今集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唔知喺大家眼中嘅馬斯克係一個點樣嘅人？佢會唔會係一個偉大嘅理想主義者，定係一個冷酷嘅資本狂人？歡迎喺下面 comment 留低你嘅睇法。如果中意呢集嘅朋友，
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